呢個裝修院翻新咗啦，10幾年前啦，10零年前啦，我成日呢度坐，係舊裝修。而家 layout 一樣，不過啲裝修換咗新㗎。有師傅走嚟抹窗喎。我覺得 Burger King 嗰啲薯條啊，啲味道仲重過麥當勞。啲薯條啊唔係齋嚟喎，因為佢用個牛肉汁浸過嘅喎，其實係分嚟嘅喎，所以先咁好味。抹窗嘅師傅停咗架車仔喺度，架撐擺喺度。唔知你見唔見到抹窗師傅啊？哇，相當鹹喎呢個薯條相當鹹。